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耳狗无去，竟然是包伫个肉内底咯。高雄一个姑娘啊，10个月前去种耳孔，了后来挂一副选就耳狗，但是几个月了后，倒耳的耳狗无去咯，而且伊的耳珠一个字都会痛。到病院来检查，原来这个耳狗哦，早就包入去耳珠内底咯，只好开刀甲摕出来。啊，讲哦，若要种耳孔，上好甲有消毒设备的医疗院所，安尼较妥当。一个孔两个孔，爱水的人上爱动耳孔、挂耳膏，毋过动耳孔上好伫咧病院动。手术刀轻轻啊撩开，看到一支耳膏。高雄这个小姐找耳膏找真久，唔知落伫倒，去医生看才发现，原来藏伫咧耳堆啊内底。在1年多前，去坊间穿了耳洞，那后续一直有反复发炎，然后疼痛的状况，但耳朵一直有异物感。那反复发炎之后，后续来医院就诊，就发现耳环其实并没有掉，它是因为反复发炎之后被包在耳朵里面。医师讲，拄长的耳孔就是一个孔喙，特别好的时阵，可能甲耳膏包闭起，才会一直发炎。打耳洞就是以一个无菌的方式操作，假如本身的体质容易有蟹足肿、容易感染，或者是说免疫比较不好的部分的话，就要特别的小心跟注意。动耳孔是一种侵入性行为，上好伫咧有消毒设备的医疗诊所做，嘛要看你敢有铺肉瘤的体质。若是耳啊有红、肿、佮痛、无爽快情形，就要紧去医生看。